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天父，你揀選童貞榮福瑪利亞作你降生的聖子，人類救主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母親，求你派遣聖神，幫助我們反省聖母如何在最困惑和憂苦的時刻，與你的救世計劃合作。願他走十字架道路的方式，為我們塑造要走的路，好使我們能與他同行，分享基督克服一切困難的勝利，成全我們作為他兄弟姊妹的召叫。阿們。默想聖母七項苦難。一、西默盎的預言。西默盎祝福了他們，又向他的母親瑪利亞說：看，這孩子已被立定，為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起，並成為反對的記號。至於你，要有一把利劍刺透你的心靈，為叫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露出來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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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極寬仁的母親，請幫助我們，使我們常常想起你聖子耶穌為我們所受的苦難。默想聖母七項苦難。2. 聖家流亡埃及。他們離去後，看，上主的天使託夢顯於若瑟說：起來，帶着嬰孩和他的母親逃往埃及去，住在那裡，直到我再通知你，因為黑落德即將尋找這嬰孩，要把他殺掉。若瑟便起來，星夜帶了嬰孩和他的母親退避到埃及去了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。
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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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極寬仁的母親，請幫助我們，使我們常常想起你聖子耶穌為我們所受的苦難。默想聖母七項苦難。3. 與耶穌在耶路撒冷失散3日。過了節日，他們回去的時候，孩童耶穌卻留在耶路撒冷。他的父母並未發覺，他們只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，遂走了1天的路程，以後就在親戚和相識的人中尋找他，既找不着，便折回耶路撒冷找他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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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。極寬仁的母親，請幫助我們，使我們常常想起你聖子耶穌為我們所受的苦難。默想聖母七項苦難。4.
四，在苦路中，聖母遇到了耶穌，有許多人民及婦女跟隨着耶穌，婦女捶胸痛哭他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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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極寬仁的母親，請幫助我們，使我們常常想起你聖子耶穌為我們所受的苦難。默想聖母七項苦難。5. 聖母站在耶穌十字架旁，他們就在那裡把他釘在十字架上。在耶穌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親。耶穌看見母親，又看見他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，就對母親說：女人，看你的兒子。然後又對門徒說：看你的母親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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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萬福瑪利亞，
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。極寬仁的母親，請幫助我們，使我們常常想起你聖子耶穌為我們所受的苦難。默想聖母7項苦難。6. 聖母懷抱耶穌屍體。來了一個亞黎馬特雅人若瑟，他是一位顯貴的議員，也是期待天國的人。他大膽地進見比拉多，要求耶穌的遺體。比拉多經已耶穌已經死了，遂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是否已死。既從百夫長口中得知了實情，就把屍體賜給了若瑟。若瑟買了殮布，把耶穌卸下來，用殮布裹好，把他安放在鹽石中鑿成的墳墓裏，然後把一塊石頭滾在墳墓門口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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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極寬仁的母親，請幫助我們，使我們常常想起你聖子耶穌為我們所受的苦難。默想聖母7項苦難。7. 埋葬耶穌聖屍。在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有一個園子，在那園子裏有一座新墳墓，裡面還沒有安葬過人，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，墳墓又近，就在那裡安葬了耶穌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
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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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身子耶穌同受讚頌。極寬仁的母親，請幫助我們，使我們常常想起你聖子耶穌為我們所受的苦難。萬福母后，仁慈的母親，我們的生命，我們的甘飴，我們的希望，厄娃子孫在此塵世向你哀呼，在這涕泣之谷向你嘆息哭求。我們的主保，求你回顧憐視我們。一旦流亡期滿，使我們得見你的聖子，萬民稱頌的耶穌。童貞瑪利亞，你是寬仁的、慈悲的、甘飴的，天主聖母，請為我們祈求，使我們堪受基督的恩許。阿們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